Hello，大家好，我係 Henry。今日我哋介紹嘅咧就喺油尖旺一帶嘅京士柏道隸停於5座中層 A 單位嚟嘅，實用面積咧就有1136尺，3房1套。我哋依家嚟了解一下。首先呢度就係5座嘅入口啦。喺我一入門口嘅呢一個位置咧，就可以同時見到客飯廳啦，而且透光度亦都十足。雖然望嘅係樓景，但係都唔會感受到好大嘅壓迫感。然後呢一度就係一個飯廳位置啦，咁同埋呢度就係客廳啦。咁然後我哋轉右邊，咁就係廚房位置同埋工人房位置啦。咁一個長方形嘅廚房，咁然後呢度平台之後呢，就係工人房同埋工人廁。同時配備明火爐、雪櫃、洗衣機等等嘅設備。走廊直行左手邊，咁左手邊位置就係一間客房啦。咁佢都配備咗一啲書桌啊、衣櫃等等嘅收納空間。咁同樣都係望返南邊，同客廳望出去嘅位置係一樣嘅。走廊直行左手邊就去到套房嘅位置。咁套房窗口望出去同樣南邊啦。咁呢度同樣都一樣係做咗個收納空間，有衣櫃等等。咁而且其實再望返出去個位置呢，個透光度十足。咁然後我哋再去套房嘅套廁，套房套廁有塊全身鏡啦，有啲收納位置等等。有一個浴缸，咁可以見到咧，其實佢套廁個空間亦都非常之大嘅。而走廊轉右嘅位置就係客廁啦，客廁同樣都係配備咗一個浴缸，咁都係一啲對流窗口啦，咁通風度又十足啦。走廊最尾一間房啦，咁其實我認為如果再放一啲衣櫃啊，甚至書桌呢，個空間亦都好足夠。然後望向窗口嘅位置就係向北，而且望到個內園環境，見到會所嘅游泳池。大家睇咗咁耐，應該對呢個樓盤有少少初步嘅了解啦。咁雖然係望住一個樓景，但係又唔會感受到好大嘅壓迫感。好啦，我哋今日睇住咁多先。如果有任何疑問，歡迎致電返我92700013，我哋下次見，拜拜。